议会国民党团成员接受在座民众တင်情，认为明年1月1号美国内地才开放进口，不过现在各大夜市、市场等摊商拢已经打满台湾地的标示，议员质疑无经过检验，打翻到家己下载，对网络购物买来打，连卖样卖，由于价拢大，相当离谱。我们的乡亲关心健康的乡亲，他在夜市。在那边走动的时候，发现大家都在问：你有没有拿到这一张标签？你有没有拿到这张标签？下面写着台南市卫生局关心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卫生局用这张标签到处发送，你爱就拿一张，免钱，连钱都不用。这个东西整个过程，我认为最可笑的是自我认证机制，然后包括我们的现在看到的我们很多的报道，包括胡须章的事件，其实它并不是单一事件哦，它几乎很多的商店都是比较类似它这种情形在那边办理哈。现在夜市一团乱，菜市场一团乱，到处都可以拿到来猪的标签。我这样讲好了，虾皮可以卖一张70块，70块都有。你想？这样的一个政府，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所谓的台湾猪。对此，卫生局强调，因主要是推广诚实的标示，一旦客家发现标示无符合，相当将处以400万的罚款。没有标示的话，我们是可以罚3万到300万，所以这边就是会广为请大家都要去标示。那如果标示不实的话，是罚4万到400万。干什么？你讲这种话，我们听了就来气了。所以我们会去稽查，它是不是稽查不实，然后再如果抽验起来，如果有那个超出容许量的话，会处罚2万到2亿元。会中议员普遍无都接受卫生局的讲法，烦恼客家人力根本无够，要求市府比较台中市政府设计金标奖，并设立检举奖金。我们国民党所要求的就是说，我们台南市政府未来要赶快做出一个金标章，那也要设立一个检举奖金，这样子才可以让民众很确实的去督促每一个商家，他目前的状况，他所用的这一些猪只来源，所用的这些加工用品，到底是从何来？议员徛伫民众的顾虑，严厉要求标示肉片来源如何严格客查，拢有待观察。台南新闻关之何乔邦采访报道。